各位觀眾朋友你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啦。住在士丹頓島，咁我住咗士丹頓島有20年以上噶啦，都經歷過紐約市嘅好多起起落落。唯有地產先能夠最終保障你財富嘅。咁房屋呢就好簡單，就係你屋企啦。咁除咗係一個庇護所之後呢，其實有好多溫馨嘅元素喺入邊，佢可以代表咗你嘅童年啦、你嘅青春啦、你嘅家族根基啦，入邊仲包括咗你嘅鄰居同埋你嘅朋友。咁點樣將呢一份情感好咁保護啊？當然係擁有呢一個物業啦。我喺一個地方咧住咗30-50年咧，其實係一件好美好嘅事嚟嘅。回想一下啦嚇，大家嘅故鄉有祖屋啊，當年咧阿爺阿嫲一齊過年嘅時候嗰種生活氣氛咧，你就明我而家想講乜嘢。第二個概念咧，其實係錢，佢係唯一最有效對抗通貨膨脹嘅工具。喺你認識嘅朋友當中咧，你試問下有幾個真係因為買地產輸身家？少之又少，差唔多零。咁好多人咧一早買咗地產之後咧，而家呢一刻已經財富獨立，飲緊茶等收租，過住一個好似退休咁嘅生活。多餘嘅錢仲可以再擺去其他地方投資。咁我空餘時間咧，我會去唔同嘅地區睇下新嘅樓盤啦。咁如果有 open house 咧，第一時間一定會參與。咁睇下每一個地區嘅新變化啦、環境啦、新設施啦，因為每個地區都不斷變更緊嘅。士丹頓島嘅多元化房地產市場咧，其實真係好精彩嘅。咁無論而家你係處於咩階段啦，要有一個好嘅經紀幫手啦。咁希望呢一方面咧，我專業知識喺未來日子入邊幫到你。